大家好，又係萬象九章嘅時間。今日咧想同大家講下關於人和卡嘅攻擊同埋防守。人和卡咧其實係一啲功能卡嚟嘅，一般佢都係用於特定一個玩家或者所有玩家，令到佢哋失去咗某啲權利，例如出牌去到發展區嘅權利。當然咧，亦都有一啲嘅人和卡咧，係針對特別嘅歷史人物或者物品嘅。而今日咧，我想講嘅，尤其係一啲經常見到嘅呢一類人和卡。我所講嘅呢一類人和卡咧，就好似大家見到呢個兩小兒變日咁樣。佢嘅針對嘅對象咧係單一嘅玩家。當呢隻牌擺喺其他嘅玩家面前嘅話咧，嗰個玩家就失去咗出牌至到發展區嘅權利，直至到某一啲嘅典籍卡或者工具卡出現為止。例如喺呢個情況咁樣，假設楊輝佢有佢特定身份啦，攞住呢幾隻牌，呢度係抽牌堆，呢度係棄牌堆，中間有一啲嘅典籍同埋工具已經出咗發展區啦。如果有人將兩小兒變日人和卡擺喺楊輝面前咧，楊輝就唔能夠將牌擺去發展區嗰度啦，所以每逢到佢嘅回合嘅時候咧，佢只能夠係抽牌，然後棄牌。當然啦，佢唔能夠棄牌嘅，但係佢其實亦都可以將人和卡使用喺其他嘅玩家身上，佢只係唔能夠將卡擺去發展區嗰度啫。如果佢抽到嘅係天災卡，當然都要開出嚟啦。而家講下關於呢類人和卡嘅攻擊嘅方針。假設楊輝一開始攞住咗兩小兒變日呢一張人和卡，假定佢已經知道咗某一啲人，或者佢推敲到某一啲人嘅身份咧，佢當然可以選擇將呢個人和卡使用喺某啲人嘅身上啦。但係要留意嘅係，如果台面上已經有日晷嘅話，呢張卡基本上可以作廢啦。點解我講係基本上呢？因為如果稍後出現咗一啲嘅天災，譬如喺呢個情況底下，如果出現天狗食日天災咧，呢個日晷就會失效。而如果日晷失效咗嘅話，兩小兒變日就重新可以用喺其他人身上啦。所以呢度就涉及咗一個諗法，兩小兒變日呢隻卡，例如啦，喺我身上，究竟我應唔應該及時咁樣用喺其他人身上呢？因為當日晷出現咗嘅時候，
我就唔能夠再用呢張卡啦。當然，如果我擁有晒兩張卡，即係兩小兒變日同埋日晷嘅話，我就可以選擇，如果日晷係毫無功效，假設我唔係商人嘅話，我會唔會將呢個日晷先掉咗佢呢？另外，如果我一開始身上有日晷嘅話，我會唔會先出咗去等人哋嘅兩小兒變日失效呢？萬一我唔出嘅話，兩小兒變日擺喺我身上，我就再唔能夠出到日晷，亦都係代表基本上我之後就冇得再放任何卡去發展區嗰度啦。當然啦，仲有其他嘅方法去解嘅，大家可以思考下點樣合作地解決咗呢個問題。值得一提嘅係，兩小兒變日同埋日晷有呢個咁嘅關係，金有原田同絕術有相類似嘅關係。更甚嘅係咧，海島算經可以解開兩個人和卡嘅封鎖，同樣地，孫子算經下亦都可以解開兩張卡嘅封鎖。所以如果你嘅身份係一啲可以保留典籍殘片嘅人物嘅時候咧，你又要好好去考慮究竟你會保留邊一啲嘅殘片啦。關於呢一類嘅人和卡嘅講解咧，就嚟到呢一度啦。下次再介紹多啲嘅玩法俾大家認識啦。多謝大家繼續收睇，拜拜。